對表演及娛樂製作工作有濃厚嘅興趣，但又唔知點開始，想抽啲時間進修專業知識，增值一下自己。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嘅精研課程可以幫到你。短期精研課程分為2個級別，總共為期32週。上課時間逢星期1、3、5夜晚7點半到11點，以及星期6下晝2點到6點。兼讀嘅方式更方便在職嘅你。至於1年全日制精研職業訓練證書課程，適合已經完成中學課程嘅朋友。證書喺資歷架構下獲得第3級認可，完成課程後就可以投身業內嘅基層職位，成績理想更有助報讀4年制嘅學士學位課程。想知更多，可以到以下網址詳細了解有關課程嘅資訊。